含咱断交的洪都拉斯顶个月办大选，开票要一个月，确定是立场我台湾，全支持候选人阿斯夫拉当选。因为票声差不到1%，对手唔关心政结果。目前的执政党也讲选举有做手是政变。El Pleno de Consejeros del CNE declara electo com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por el periodo de 4 años que se inici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26 y finaliz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30 al ciudadano Nasri Juan Asfura Saba。 听到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的结果，洪都拉斯国家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的支持者是欢喜欢呼。洪都拉斯伫今年11月底举行总统大选，开票开要1个月，即马结果总算出来啊！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，因为选情真紧绷，计票系统真乱，有差不多15%的选票是需要靠人力来算。落尾韩国的全国选委会是完成99.93%的票数的统计，其中阿斯夫拉是得到1481517票，得票率是40.26%，伊的对手自由党的纳斯拉亚是得到1455169票，得票率是39.54%。阿斯夫拉是以差无到3万票，等于是无到1%的票数，险险啊赢对手。这个结果出来了后，阿斯夫拉的对手纳斯拉亚无承认败选，强调讲毋是伫咧煽动对立，但嘛未要求支持者行去街路示威抗议。 No voy a aceptar un resultado construido sobre omisiones. No es mi forma de vida. Aceptar eso sería traicionar la confianza de quienes votaron y yo no vine a la política en 2011 para mirar hacia otro lado y hacerme el papo cuando las cosas andan mal. 另外，执政党籍的国会议长雷东多是伫个人社群媒体 X 发文，拒绝承认结果，表示讲这是选举政变，是完全违法、无法律效力的结果。洪都拉斯现任左派总统卡斯楚，伫2023年和台湾断交，和中国建交。67岁阿斯夫拉伫政界30几年，政治立场是亲台。伫竞选期间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小听，这是伊第2摆选总统。阿斯夫拉捌讲，中国和台湾有邦交的时阵，国家的情形是比即马好买百倍，因为迄当阵国家会当得到更较侪援助，贸易活动嘛更较兴。嘛捌伫7月接受媒体的专访，表示讲，若赢会恢复和台湾的邦交，而且和美国建立更较密的关系。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。